要少得对我分量。你不长呀！这个是我的，明明是你，我是去万岁，万岁呀！这位圣兄，这在小姐鲁莽，是我管教无方，得罪圣兄，外方死罪。哪里，区区小事，不必在意吧。看圣兄风尘勃勃，两人晚相，到此真是，各位圣兄真心大名，哪里曾小神明皇后文许，长真神事啊，请问圣兄在下勋长明堂，乃是法用之，在这黑林地方提起我家大业，那是很有名，谁人都是那么不小。大爷，原来是张正兄，是金了。不管，这位是乃曾经。哦，原来是少夫人，长辈之孝，有礼啦。万里。况天色不早，还是早些寻公子次吧。要是言之有理。张正兄，告辞了。洪圣兄且慢，我家之不远，陈兄夫愿结帮，也好上了今日地主之意呀。我与圣兄萍水相逢，真冠当上。常言道，与朋是缘分来不亦乐乎？何况我与圣兄也结识过，十分投缘嘛。对呀，我家大爷最喜欢结交你们和苏子生，我公长你就不要客气了，我们家有的是想法，正好借公子你们省点旅费团团。官上，大爷，张正兄知遇之情，关节不尽，这是我嫌妻子君多余不便，帮忙圣兄见谅。好吧，既然圣兄不愿结帮，那也不管勉强。这是我需经过清净可点才好啊。大爷，东街那边遇着我杨门，那是黑